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遮的上年充满着活力，充满着上帝所予因的这个属灵甲肉体拢有这个快乐。咱甲咱的遮的边有长辈祝你上年主日快乐，好无？甲大家祝福一下，好无？嗨。咱每一年呢，拢伫即个中央节，就是旧历啦旧历9月初9，咱叫做中央节嘛伫中央节差不多是10月初啦，无一定有时10月初有时第一主日，有时第二主日，有时第三主日，嘛有一年是即个咱算讲闰月变到10月底去总共是咱看起咱的教会在职，咱伫名单内底已经有98位，98位的长辈。咱若教会差不多安尼普啦平均差不多500个咧做礼拜咱有5分之是百分之偌济？25%是长辈这是咱教会一个特色，嘛是荣耀。咱感谢主，咱若要通过今仔日的主日来三甲领受主的话对咱的教导，咱大声来祈祷。主啊，主，我哋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伫这个秋天到凉风来的时，阮特别设这个上年主日甲敬老会时间，是为着要尊迎阮教会这的长辈。但伫富强教会已经有成百位70岁以上的长辈，这阮知影，是因为阮历史的累积，以及侪信主的这的百姓。因对少年认捌主，就一生行伫恩典的道路。特别，阮感谢你，或者长辈毋但是有健康的身体，有热心敬拜主，也互因持续伫上帝的听下面有灯火受。这是阮心内上大感恩的所在。所以，阮也要通过你的话来甲这长辈三勉励，也要三甲祝福，也甲三甲学习，要安怎对阮这长辈因美好人生的体验，甲因真侪智慧，阮通对因领受到上介好的祝福。愿你的因带阮，互阮通过你的话来伫度学习，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今日的主题叫做尊荣长者，智慧传承。咱知影。年纪愈侪，人生的体验就愈大。当因有需要的时阵，这款的体验甲人生的智慧就会当用伫适当的所在。所以咱直接要来看这个资料事实，咱台湾已经迈向叫做中寿啦中寿国中寿国。啥叫做中寿国呢？因为咱资料我有查到，旧年今年还未查出来，还未出来看。台湾的100岁的人瑞就是讲100岁的长辈呢，已经有3224名，3000多名。所以呢，表示讲平均10万人的中间有14名是100岁。那安尼就是讲1万人中间1.4名，1.4名。女性是比男性更较侪，女性比男性较侪，所以台湾已经迈向中寿国是咱全世界有名的在内伫中长岁寿的国家就对啦咱这个卫福部有安尼分析分析讲，伫迄个人瑞，就是这100岁的长辈呢，因排名呢，第一名讲是金门啦金门可能福利上好的款可能。金门的高粱的款身体加较好可能因迄个所在是较安稳啦因为无战争较安稳，所以金门的这个人瑞上多，但是人数毋是介济，是比例就对啦因为金门人数较无台北的多，但是呢，若是标准来讲，台北市的人瑞上多，过来是家人，过来是住伫迄个环境较清幽空气较无污染的花莲甲台东，讲前5名。所以整理统计起来呢，差不多是就医真便利，身躯小可安尼无爽快，咱就医生赶紧来找医生啦，生活环境个伊的条件社会福利好，拢有关系啦。咱台湾的政府统计呢，
咱伫2025年，2025年就是迈入叫做超高龄的社会，超高龄的社会。但一般超高龄的社会就是讲，这个65岁以上的人数就差不多20%啦这个数字唔是介正确。不过迄个阶段，若是安尼讲呢，咱的教会一般啦伫教会内底我经历过的教会，拢比咱的国家的平均搁较悬，表示讲咱教会年长的会友多。第二，咱教会长会寿的这长辈也多。所以教会已经提早迈入超高龄的社会就对啦照统计咧，全台湾上老的人瑞有116岁住伫台北市安尼。所以咱知影讲即个俗语啦，咱较早咧讲的俗语可能爱改写，改写安怎呢？因讲山上遇得青泥鳅这句话是正确山上啦，山顶容易得到青泥的鳅，但是讲人间难遇白水翁，人间难遇咱富强教会都有咧咱的教恩者就是百岁的长辈咧，哪会难遇咧？无啦，即马足好拄着这是咱社会一个祝福咱世间人长岁寿健康的原因所以这句俗语嘛，真正爱改说。也毋过通常咱人进入到老年，拢爱有一个心灵上的改变。大概咱定下咧讲有一个拄着这个进入中年的危机，对无咱进入咧讲到中年的危机，可能较属于一种人生的愿望啦人生的一寡拍拼努力爱改变因为少年时来讲我都爱用的时间也有的咧到中年可能要开始改变，因为身躯体能开始咧变化。到伫进入老年的中间，人生的智慧、人生的体验也在变化。所以我有看到一篇文章讲老年的生命智慧，就是讲人老才认捌家己就对啦。人老就会认捌家己，啥那认捌呢？伊对人生行过的路站开始明白，什么会才是真实就对啦有几段话感觉真有意思。伊讲人若到老年，才真正认捌家己，开始用一种宽容真舒服、诚实的方式来接受家己。少年时代有可能咱讲对社会不满啦对这个人生有真多这问题拢无法度人解决啦。到年纪有知影讲人生不过是安尼，所以就用一种较宽容无讲对家己安尼这么大的要求啦，会当平安上好啦会当快乐上好，所以讲慢慢接受家己。毋通搁甲人比较啦咱什么朋友、什么同学人做到什么所谓，迄已经无意义我会当快乐，人生上好这是接受家己。过来嘛知影，讲人若到老年的时阵呢，就开始明白，有时你就开始面对什么孤单，面对寂寞，甚至有痛苦、病痛的痛苦、失去亲人的痛苦。甚至嘛有失败的时阵咱后来知影讲不过这是人生不可欠缺的调味品啦。你讲无拄着才奇怪，拄着不过是安尼嘛毋免计较人生对老年开始有一种的态度。过来讲，因为安尼要安怎显台因啦？这个代志毋能够放伫心内真做一个安尼，咱这酝酿的甲教愈来愈味愈重教了愈来愈艰苦，无必要好好甲对待好人生好过也好，无好过也好，我都已经安尼看开就对所以你若显台因，你就显态真实的人生。意思是孤单，我嘛是真好过日；寂寞、艰苦、失败，这只不过是人生的调味品。特别是基督徒，知影讲，这个人生难免有苦难，但是我靠主，我就无失败；我靠主，我就无失败还有就是讲，人到伫老年才明白啦。咱讲试过安尼走东走西，拍拼要去改变，改变这改变那
到最后吼，讲毋免想改变啦，就改变家己就对啊啦。改变家己去面对、去适应、去理解讲，即个社会不过是有诶事是咱无法度人改变诶。咱无过啥物雄心壮志要改变即个世界，无。咱讲上帝诶旨意较是要紧，会当行伫上帝旨意较要紧。这是一篇文章咧讲，人若到老会明白认捌家己诶意思他搁一项讲，人若到老年诶时阵，就开始会当坦然面对家己诶平凡啦。这世间有时要超越迄是爱运气呢。要超越有时爱拄好时势呢。咱平凡也无啥物奇怪啦。有人安尼无平凡做甲总统去咧咱庄脚有人安尼做我嘛无差我嘛无较歹迄款平凡你袂感觉有啥物款通好相识过？讲只要家己有捌奋斗过，咱打拼过，我对家己负责。讲若失败嘛不要紧。这是人一般，这毋是讲一种安尼家己的自我解释啦，是人生行到这个地步，你对家己的理解就慢慢会当较坦然毋知你有认同这款的讲法了无啦也毋过，咱拢通知影，伫这个世间一代过一代，人生的日子拢无共款。但是伫咱身躯边的长辈，因对人生的体验，绝对有真多值得咱去学习的所在。圣经伫这个利未记的所在有记载段经文，19章30节讲：伫白塔门的人的面前，你着起来徛，也着尊敬老人的面，搁着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伊即句话有点仔意思，是讲你咧尊敬长辈，你要徛起来，表示讲我对伊的尊敬，搁着敬畏上帝，表示上帝通过伫咱身躯边的长辈。也真做一个伊的形象，伊的人生的体验，上帝赏识伊。你尊敬老人，甲尊敬上帝，这拢是一个同款的要求就对啦。这是咱圣经内面对咱的提醒诗篇的71篇，也是一个老大人的祈祷就对啦祈祷就对。他伊的一生呢，经历真多真奇妙的事经历真多的新热就对。当这个这经历呢，真做伊一个祈祷的祈祷师，伊对上帝充满着仰望，因为伊对少年的时代就信靠上帝、学了上帝，因为上帝是伊的避难所。伊知影讲人生要去超找，要安怎超找，有可能有真多的困境，但是呢，伊到最后知影，伊上好通倚靠的就是天顶的上帝。所以伊在祈祷上帝讲：上帝我感谢你，互我通一生学到你所以呢，伊当到年老的时阵，知影讲有一寡人生的经验袂当搁重来毋过伊甲上帝祈祷，讲上帝求你，互我伫年老的时阵无放杀我，互我永远有气力通面对迄个对敌。这对敌可能毋是生活上的对敌啦也是真正国家甲国家的对敌，有可能是。这个是将军，这是帝王。有时对敌是你生命所拄着的，真多挑战，真多引诱，真多软弱我会当继续面对，我的心勇敢强壮所以讲，互我有缘甲主结连会当继续讲起上帝的公义甲救恩。咱年纪愈大，咱愈会去体会到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有公义的，所以当咱咧见证讲上帝是公义甲救恩的，一个囡仔讲的，甲一个长辈讲的，确实是无共款。因为伊有看过人生的世事，看过人情的沧桑，这些事拢伫伊的心境中间，伊讲的话是真实所以伊甲上帝祈祷讲：上帝互我会当有缘有气力，互我有缘有这个精神，咧传扬上帝作为，要后代。宣扬上帝的权力甲大权大权力尼。拄则咱上年咧唱吟诗的时阵咱的这个明日之诗佫真会晓串场就对啦后孙呢伫遐讲起讲要来敬拜上帝，要来敬畏上帝
要来听这长辈阿公阿嬷来唱诗歌。这就是一个象征。咱长辈上大的任务，就是后代，算咱的子孙讲起上帝的权柄甲大权能。因为可能因还无经历到，咱家己经历讲互因听，毋是教训哦，是将家己的经历。有时我成功真好通讲，我失败嘛会使讲。我当时就是因为安尼，失去上帝这个帮衬，我有失败过，所以后来我知影爱倚靠上帝。这是咱对子儿孙上大一个祝福就对了吼。所以咱对这个诗篇71篇这段经文，咱就能体会到有几项的学习啦吼。就是讲，这长辈，这长者，因行过人生的路，是真侪人生命的提醒。所以咱时常来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毋是讲这个宝佫甲咱的生活拢伊咧提供，经济拢伊咧提供啦，安尼是上好啦有人阿公阿嬷安尼少年真够拍拼咧身躯佫落地佫真侪钱咱就该找阿公阿嬷，因为阿公阿嬷较疼孙咧要讨零用钱继续好这上好这家有一宝。但迄个宝是讲，咱能看见伊人生的经历，好诶，咱能对伊学习。有时有拄到什么困难，咱能知影对到一个警醒。所以提醒这个功课，有时是正面的，嘛有可能是咱提醒的。所以长者所经验的行事的法则，就是讲做代志的一个原理，迄不变啦，是教导下一代上好的教材。这位，我哋前几年看过一本册，这本册实是足有意思啦伊一本册薄薄是一本生命智慧的册，一本小说就对啦。伊叫做《星星婆婆的细鞋》啦，细在穿伫细内底鞋这本册看了真有滋味，薄薄这本册伊的中文的翻译星星婆婆的细鞋另外一个版本还有出版过2届，叫做星星婆婆的雪鞋安尼。毋过呢，事实伊的原名是叫啥？叫做 Two Old Women 安尼，讲2个老查某人，2个老查某人。这个作者是甚物人呢？作者是一个阿拉斯加的一个查某囡仔阿拉斯加叫做威尔玛·瓦利斯威尔玛·瓦利斯接下来讲这篇故事呢，感觉讲这篇故事会咱互咱足大的一个提醒啦伊故事的主要的意思是讲，伊是采取因这个民族伫北极的所在生活的人生的经验。这个经验讲2000多年前，迄个故事流传伫因这个族的中间。妈妈讲互查某囝听，阿公讲互阿孙的听。讲这个阿萨巴斯卡因这个母仔囝所讲的2000年的传奇的故事，讲这个阿拉斯加伫北极的地区一个游腊的部落，就是讲专门在拍蜡的部落就对了因遐拢规年冬天拢是雪嘛。有一年呢，拄着特别冷，足早就落雪所有通食的米拢找拢无迄个厝里内底所欠的食米也拢已经拢食袂了迄个首长就知影讲，今年真正是严格的考验，可能咱若无细字，会规个族拢夭死，无就寒死安尼。因到尾一个决定讲，咱这个庄咱袂使搁大，冬天咱来刷去较南边的所在，规个庄。所有的家伙拢款的，因咱知影游览部队就是规个行李拢爱款伫身躯呢，包括迄布病啦但是大家要忍冻，这个部落内底有2个老姊妹，年纪足大，因讲这2个若带出去咱着搁照顾伊所以这个酋长心怎
落眼讲歹势，咱即两位阿嬷吼，你爱家己留落来，家己留在原来所在，阮无法度人家己照顾啊。啊，所以这故事就牵产生一个人性的考验，对毋对？啊，因为即两个阿嬷吼，已经老啊嘛，也袂做工课啊，啊，规日搁教念，再个念东念西个，啊，你这少年的安怎，拢会甲伊念就对啦。啊，所以啊，伊就忍痛，甲平时敢若会晓熬念，对部落贡献真少的两个阿嬷，一个叫做沙，啊，一个叫做去日雅留落来。哇！大家人要离开吼，拢唔敢讲话，就知影讲，这是人性的考验呢。啊，毋过吼，为着性命不得已啦，啊，就甲两个老阿嬷留的。但是吼，留落来中间的迄个阿孙呢吼，心内足艰苦。伊知影讲，我无服从命令，阁袂使。讲偷偷啊吼，偷偷我去后壁面，甲一支平常时咧做工课的一支斧头，细支斧头。压迫即个阿嬷，意思讲，啊那你会当我袂当我不管啦，即支斧头不一定对你有用啊，吼，啊就安尼，规个部落啊就坐迄雪橇啊就走啊，哇！即个沙甲妻子啊，即两个老阿嬷失去部落的照顾，生存的资源，啊个互亲人家放杀，你甲想讲因心肝有偌艰苦？但这个故事就是讲到这，讲啊，这部落的人当然离开啊，当时是也无啥物联络的工具啊啦，啊就安尼，这部落的人一面在求生存，因为吼，规个冬天拢寒甲，啊因啊刷去别位嘛，无通好过就对啦，勉强，啊，就巴肚枵饿，啊，就度过这个日啦。但心肝得到足大的一个艰苦，讲哎哟，啊，囥伫咱迄老家迄两个阿嬷到底是安怎？啊，伊嘛想讲，有可能真正两个人已经倒直直啦吼，啊，都冬天时啊吼，迄也免安怎都拢有冰嘛，啊，等于遐甲收就好啊啦，迄种意思啊。哇，你甲看即种故事偌考验呢？也毋过呢，即两位阿嬷吼，即两位阿嬷呢，因一个在少年的离开了，大省是足失望，讲啊，到时怎要安怎等死啊？啊，毋过因到最后想讲吼，因就是若要死吼，嘛都要试所有的办法，试到无效才来死。哦，两个阿嬷开始讲，即嘛无人照顾哦，家己来哦。啊，要死吼，慢慢点啊死，我是变吼变化嘛呢？哇，较早吼，少年时代学遐个功夫开始佫活起来。哇，遐个智慧伫安怎伫迄个落雪中间要哪生存，要哪保温，要安怎去掠遐个松鼠，要哪去捡鱼啊，鱼啊要哪甲伊保存，哇，一步一步功夫拢练出来啊！竟然无死，竟然无死。原来呢，这个三甲七日呀，受放杀了后，伊突破迄个冰天雪地、年老衰败、食物短缺遐个逆境，但是因强调讲，试过所有办法，无法度才来死安尼。所以坚强的生命力，竟然互因活落来。因为已经找出一个会当用上少的物资、上少的帮衬会当生存的办法，因为这是因一世人当年拢经历到的。所以呢，若有点仔物件通食，就袂死啊；有点仔水通啉，伊就无困难。有法通点着火，啊，伊就会当保温啊。啊，所以呢，拍了社会偏见就对啦，重新互人看起讲，这老大人伊的受尊重甲社会价值。啊，故事到最后是安怎呢？这个部落过当冬不得已吼，佫倒转来啊，吼嘛是佫倒来原位的春天到啊嘛吼，啊，就是这个孙倒转来想讲啊去找看这个阿嬷啊，佫若讲若过身一定是落雪的所在啊，平安的哭哭啊，要去找看伫倒啦。但是无拍算讲，有迄个雪的印啊，
穿细鞋因啊，还是这个故事来讲，阿嬷穿鞋啊，哈，打着迄个有人咧行，毋知有印吼，大家行一条，想讲啊，敢是外口人来啊？到最后看见两个阿嬷活了好好伫咧所在。这个阿孙呢走去找阿嬷讲：阿嬷，你去捕头阁还我要来拍拼啊！啊，到尾迄个查某囝甲老母揽掉的，甲这个互放杀的老母揽掉的好，互人感觉真感动。啊，这个故事就流传伫因这个民族内底，知影讲吼，因到尾一个印证，什么印证呢？真有意思啊！吼，印证什么呢？印证讲，这个部落的人感觉因真软弱的。因一直感觉讲足勇壮的，毋过竟然是上脆弱的。见到两个老阿婆啊，原来互人感觉是上软弱的，是无路用的。但是因证明因上界坚强，拄着上严格的寒冬的考验，因竟然会当活落来。啊，所以这个作者呢，这个活历史就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后代啦，吼，一个查某囡仔，后来去读大学，啊，所以甲因老母甲讲的故事，甲写落来。啊，这本册吼，原来写落来无啥人要注意，啊，无拍算经过人读了吼，哇，轰动起来，足侪大学的学生拢试过流传得着。啊，差不多几啊年前，伫咱台湾有人甲翻译做中文，伊用简单的文字吼，啊来描述两个伫这个冰天雪地的顶面，两个无爱互命运拍倒的老阿嬷。这个作者呢，无特别写讲，哎哟，恁这个民族哪遐残忍啊，甲遐老人放杀。伊知影讲为了生存吼，伊无法当选择啦。吼，迄就真讲，有人伫迄种严苛的环境内底，啊，有个人必须爱被放落来，因为无法当生存，若要做伙行就无法当生存。啊，所以毋是甲因苛责，是等于讲，甲两个老阿嬷伊的智慧，智慧啊，佮伊的韧性，甲部落生命的故事来甲伊传承。啊，所以这个作者感觉讲，伊需要把这个故事写落来，啊，送互少年人的礼物。啊，所以咱能印证讲，诗篇的这个长辈，伊祈祷讲，上帝啊，求你互我会当记得你的恩典，记得你的大快乐，互我将你的恩典甲大快乐来传互我的后一代，我对下一代讲起你的荣光啦。啊，所以咱就知影讲，事实呢，咱嘛讲坦白。讲哦，倒伫观察的吼，是死的人，毋是老的人哦。爱什么意思呢？人的快乐，人的韧性，是对上帝来的能力。当你若放弃你家己哦，少年人嘛是无法度生存啦。所以最后，咱真正为着咱这长辈来献上祝福，咱来祝福这上年长辈，因是乐龄活力就对了。乐龄的意思讲年纪大吼。啊，无有人生的负担啊，我是快乐要来过日啊，所以人生70才开始，所以咱今仔就98位的70岁吼，是刚要开始啦，对啊，少年家就对啦吼。啊，我有看见咱台南吼真受敬重的一位牧者吼，就是咱的黄德成牧师啦。伊是做 YMCA 总干事，做到退休后来呢，啊，咱佫捌做过新老病院的副院长。也佫受邀请吼来做林登辉的这个社会基金会的一个执行长，吼专门的进行这老大人的福利的工作。啊，伊有一段时间呢，咱的总会这个商理大学，迄个创校的校长就是咱的高俊明牧师。啊了后，伊较年纪大，就把这个任务交出来。总校长有委请咱的这个黄德成牧师吼，伊来负责就对啦吼，伊来负责。啊，伊伫几年前就伊读了，伊参加了吼，伊感觉讲真大的感动，啊，所以伊就写一篇文章吼，写一篇文章来讲起伊对这上理大学这长辈的一个感受就对吼。啊，伊安怎讲呢？伊讲发现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呢？因为伊开始咧进行这老大人的工作，伊发现讲哇。真侪迄收容的机构吼，拢都来照顾这年长的人，有的是行动不便，有的是智能已经失去啊，有的是家己的生活功能拢歹去啊。啊，要照顾这个人哦是无简单的。但是吼，若有遐有上理大学的所在，
有遐个老大人活动的所在，有人受照顾的所在，有群体做伙生活的所在。伊讲，拢无共款。意思是平平老大人有诶安尼软高高去伫遐咧，互人家安尼扶东扶西啦吼。不过有诶老大人年纪大，毋过佫足臃肿。所以有伊真大诶一个感受吼。即个感受就是讲，当伫上理大学诶学员看起来是遐年轻，佫遐活泼安尼，有真大诶印象吼，真大印象。但伊讲吼。伊去，因为伊做总校校长，就是讲全台湾几60间的上理大学，逐位拢爱去。伊有讲到一半项的经验，真有意思。伊讲吼，伊看到遐学员吼，学习10几年啊，有人读20年，看起来像少年家共款。85岁以上的长辈，看起来亲像60、70岁初老，就是讲初老大人的意思吼。伊讲伊去台北固定教会啦，参加因的毕业典礼。有一位老长老，就是咱教会00届的亲人就是叫做宋传章长老，已经过往啊。伊咧做长老时，就带即个黄德成牧师去来参观因遮的上年的活动就对啦伊就甲问到一个老阿嬷问讲你幼伊几岁安尼啦幼伊几岁？黄德成牧师甲讲看起来差不多75岁安尼啦。即个宋长老甲讲无啦，你讲毋对去啊佫较济寡，伊讲无80，伊讲佫较济安尼讲无85好毋好？伊讲无啦，佫较济安尼。伊讲我几岁啊？伊讲已经96岁啊安尼。所以就讲伊用一个正定咧看老大人的黄德成牧师，伊甲看是75，但是实际年龄是96岁。伊讲感觉96岁才像70几安尼若定。伊佫看到讲双连教会对咱蔡牧师因咧服侍诶双连教会上理大学，因咧上理大学几百人呢因毕业典礼有才艺表演，有一班姊妹跳日本舞，咱正正呢，咱教会嘛有2位姊妹足爱跳日本舞，迄穿足标准的咱黄长老娘迄阵真够跳，伊就讲一个。人甲伊介绍，伊讲阮即团我今年是92岁，佫足少年的。伊想咧甲即个黄牧师介绍讲，我是佫上少年的。伊讲第一二位是90岁，第3、4位是甲我同年纪到第5、6位就是93、94，第7、8位是95、97安尼。尾最后一位偌济，伊讲下骹就印讲差不多100岁，伊讲对是100岁，毋过跳舞亲像60、70岁安尼。所以这个事呢，黄德成牧师感觉足惊奇，因为伊家己经验着讲，平平老大人人生若无愿望，也是无有参加团体活动，就亲像去伫安养机构咧互人照顾。平平上理大学，大家活泼唱歌、吟诗学乐，哇，迄完全拢无共款。所以写这篇文章咧，甲咱见证讲，咱的教会是帮助咱长辈健康活泼活力的一个所在。所以就印证讲，阳明医学院一个神经科的教授，叫做刘秀基医师啦，伊是对专门咧研究老人失智症的一个医生。伊写一本册讲，那动脑筋较接动脑筋就袂老。伊讲有接受真多这外国的研究。芝加哥啦，东京啦，做研究。伊讲这个人研究了，这个长辈上健康，头脑上好是安那，受愈多教育的头脑愈好，参加心智活动愈多，参加迄个休闲活动愈多，失去发生失智症的几率就低。所以伊鼓励讲咱这长辈你毋通想讲目色歹啦。拢无爱，这也无爱，迄也无爱。伊讲你较接读册、读杂志、报纸、参加上课。伊讲这无形中就互你有上好的健康甲智能。中间一位就是一项，就是咱唱歌上好。你唱歌规个身躯内脏拢振动会着。所以唱歌毋是干那今仔日要献诗是为了咱这长辈健康，所以较接唱的就对了。所以这拢是有迄个科学的印证毋是用讲的那定呢。
所以近来呢，咱教会有借着双年团契、双年大学，也是叫做日光站。日光站的意思讲，这长辈呢，日时拢来教会，也是咱一个社区的活动。这老人伊老化较慢，袂老化。老化当然，慢就是身躯运动、行打拢足好势啊，当然毋是讲咱拢袂离开啦，但是就是因为有即款的操练，都亲像欧洲、欧美即款先进的国家。我随着年老，我嘛是活足活力。意思讲，当我要离开去见上帝毋免拖我足久啦。讲时间到准备无偌久就再见啦。也袂艰苦，也袂拖磨。所以，迄个重要是伫遮，家己袂艰苦，佫袂互囝儿时岁艰苦，佫长岁寿，要离开足好离开的。这就是老大人上大的期待嘛。所以呢，双年大学大概有分5大的课程啦：生命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心知、文化艺术，甲关怀服务，拢伫遮双年大学的长辈中间得到真好的学习。这个学程呢，就是互长辈吸收保健的知识，然后迄个实地，会当互因最后的人生，成做真灿烂、互人感动的人生。因咱知影，咱中年佮青年时代，为着顾家庭，为着顾囝儿时岁，无影通家己有家己的休闲生活呢。但是到退休囝儿时岁请用大，因家己去发展我就是要过我家己的生活，所以有的人年纪退休了，较开始学书法，有人学画图，有人学足侪手工艺，哇，煞变做画家呢。有迄老人伊爱翕遐用迄个高倍数的镜头去外面翕遐野鸟翕遐小小的物件翕到拢毋知影人老，因为伊伫外口吹风晒日拢毋惊呢。所以改变你的人生。也改变伊的命运，也互这囝儿孙心内真轻松、真放心就对了那咱台湾的教会伫咱最近这几年都积极咧推动老年的事工。咱长老教会上早推动就是双年大学，后来呢就是延伸一个叫做日光站。意思讲双年大学就是一礼拜来两日啦但是呢，这个日光站就是无特别什么课程，也毋过有举办一个场合，有一段义工，也是请专职的同工来协助，互这长辈逐日拢来教会就对了。当作像咱有人甲解释讲，就像老人的托儿所安尼老人的幼稚园的意思啦。毋过老人幼稚园都爱经过政府认证，迄设备拢爱交允啦。毋过日光站就是讲，就来遮行搭唱歌、卡拉 OK 讲吹球玩一寡游戏这就较伊的要求条件较弱较毋免遐强安尼。这是咱长老教会目前咧做，因为咱做咱家己的长辈上福气家己得会到咱阁招外边的人安尼，互外边的人也捉这机会来认捌教会，也有人因为安尼来信耶稣。阁来。目前咱台湾教会界有2项推展真好，也是一个协会全台湾推动叫这个旺德福俱乐部。这是咱夏中间牧师因所推动的这个基督教协进会因有哪在训练各教会的这志工，安怎组织一个服务的活动这旺德福就是 wonderful 的意思啦 ，wonderful 的这个生命叫做旺德福俱乐部。还有一个组织超够派。哇，做了真大，全台湾4国去宣传，叫做智福益人学院。智福益人学院其实甲双年大学要差不多，毋过伊无啥物学籍啦。比如我即期我要办老大人的啥物活动，健康的活动，也是迄个玩游戏的活动，也是学日语的活动，就像我毋是安尼一期看是3个月上课了。你后抓要过来，毋来，搁在你安尼较自由。这全台湾拢咧连接就对啦。各位兄弟姊妹，我嘛真期待讲，咱的教会，咱既然已经有100位长辈，咱也好好来推动这方面的事工。比如讲是必要啦，毋是买甲咱需要开始想，咱若是爱对青少年、对主日学、咱对中壮年、
咱这长辈安怎互因活得快乐，活得有智慧，也将这智慧传承予所有的这后辈。这个黄德胜牧师有做一个见证，伊见证讲，伫屏东吼，这个万丹教会一个名誉长老，叫做蔡满长老，伊吼在做见证，伊讲伊充满活力的秘诀就是勤读圣经啦。伊讲读圣经上好，因为吼，伊读圣经拢袂闲啦，读圣经吼头脑咧叮当啦，甲读出声，因为伊读白话字啊。白话字就甲好，咱讲好的意思就是讲，上无你的字会叮当啊，对毋对？好音好会对啊，会正确啊，所以吼，伊爱学识。伊讲已经读白话字的圣经读47摆啊，愈读愈趣味就对啦吼。所以有人伊就讲吼，有人讲困袂去爱掀圣经，就想要困。伊讲无啦，我是愈读愈有精神啦，愈读愈有滋味，因为圣神已经把迄个开关拍开啊。互伊读圣经读了足有滋味，因为人生的经历伊拢拄着啊，所以诗人讲的话、保罗讲的话、撒母耳讲的话，伊拢有影都对，我都捌经过啊，所以伊愈读愈有趣味就对啦。伊佫讲另外一个见证，就是叫做慕云光姐妹，伊讲伊70岁才接触这个赞美操，伊毋若讲该促进家己的身心灵拢得到帮助，伊说。足热心去四界推广就对，伊四界去逐个公园吼，开拓这款的赞美操，所变做开拓传福音的一个真好真好的一个路，所以吼，伊对5、6个姊妹开始跳吼，跳到最后比10几个站就对啦，10几个班。各位兄弟姊妹，咱对长者尊荣，互伊的智慧当流传伫咱下一代。咱的教会已经42年久。有真侪长辈虽然已经离开咱，但是咱看见因留落真侪美好的见证、美好的信仰、美好的智慧。我希望讲，咱会当保守，咱教会就像一个家庭共款，把这长辈尊荣，互因遐美好的体验、信仰的智慧，拢传落来伫咱中间。各位兄弟姊妹，咱要来吟首诗吼，但这首诗可能咱无啥识，所以我是要用读的吼。咱要请同工呢，把这个诗吼。歌花词吼，493首吼，叫做人生风云行到晚年吼。咱读一个，然后请我同工来带咱读唱第1节就好吼。人生风云行到晚年，咱来看这个歌词吼。亲像彩霞满天，敬虔知足，时常吟诗，日子快乐无比。第2节，人生岁月来到晚年，烦恼看如高甜。得主恩典安慰夫妻，黑暗画变青天。银发金丝水会免流，流落贵气芳油。二人兴旺亲像樟树，代代得主保守。第4节，活命的花照时常开，树叶四季青翠。常年朋友大家做对，享受晚年尊贵。咱来吟第1节就好哈，咱请同工有谱的哈来斗吟啦哈，吟第1节，吟这首诗来加做咱的回应。